那是一个地下酒吧，拥有穿越能力的人聚集在此交换信息。先生，您的消息是关于谁的呢？夫人的先生出轨了。哪位夫人？刚刚进去那个张夫人。好的，请您进215房间。谢谢。对了，之前有非能力者混进来过吗？有啊，先生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被秘密的处死了。是吗？先生，我有一条重要的消息是关于你的。你死了，就在30分钟之后。关于我先生的事，您能说细致点吗？一块手表。他说我对你一直很忠诚。S 牌的。对。您能看出他在水手上？我还没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看看，很快就能找到线索的。谢谢。其实我还有事情想请您跟这位先生帮我看一下。你死了。就在27分钟之后。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。白纸，蓝色的墨水。我的心脏在流血。也许是个画廊。到这附近最近的画廊要多久？40分钟。我没去过那个地方。不如先来看看出轨的那个吧。好啊。你能穿越的时间真长。大概有10秒左右。我去了别的地方。就像是被一拳打翻在地，还有一地的玻璃碎片。我注意到地板颜色跟我们这里的很像。不是拳头，是棍子。对，我看到了一根棍子。木头，铁的。木头。那绝对打不死人。你有确切把握吗？王姨，你来晚了。哎呀，不是刚刚好吗？你头发长了，喝完汤给你修一下吧。看到那个女人身边的汤锅了吗？冒热气的胡萝卜。和玉米。我看到一枚胸针。胸针？像我这枚一样。恐怕就是你那枚。你说他死的时候我会在场。处死。等等，他们只是看到了。我想你们误会了，你们看到的是这个。先生，您的消息是关于谁的呢？不，我走错了。再见。